本地要去东欧领卫冕国军乌鹰直升机所摔落来，机中班参与国际训练的参谋总长辛一鸣也不幸来亡生。在今仔日蔡英文甲赖清德有徛路口，甲民众拜票，却因为乌鹰直升机发生事故，宣布暂停做事3天。中国武汉发生无来由的肺炎，发生疫情的市场也休市消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二下暗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报一条真不幸的消息：空军救护队乌鹰直升机伫初二透早，载着参谋总长辛一鸣以及着几位的将领，做伙伫上山基地出发，要去东澳岭的营区进行卫冕活动。伫半中途所发生意外，也因为事故发生伫宜兰甲新北市甲界山区，抢救人员也随去抢救。不过，国防部也证实讲，包括辛一鸣在内，目前是8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我可以走，他们2个有点受伤，没办法走。大概只有我可以走。所以是现在几个？2个、3个、4个？听我说，只有我可以走，他们2个受伤没办法走，他需要担架。那边有一个更严重，国会旁边有一个比较严重，然后座舱里面有2个或3个是有声音还可以。然后这边有2个已经没有气息了。被救的空军中将赵正平正冷静地向搜救人员说明伤亡的情形。现场的人看到乌鹰直升机机身规拢变形，机顶的13名人员，军方证实有5个人被救，不过正不幸，包括参谋总长辛一鸣在内有8个人亡生。我们这13位同仁呢，目前只有5位同仁获救，其他8位同仁都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确定被救的有左机小校长处长刘浩堂、后主席中将处长黄佑明、通主席中将处长赵正平、左机小中校作参官周欣怡。新闻社新闻官陈应德等5个人。不幸亡生的是参谋总长辛一鸣上将、政政局校长副局长吴清文、前主席校长助处洪宏军、正教署中校飞行官叶建仪、副教署上尉飞行官刘定虎等8个人。救援人员是分做2路，同时上山救人。等一下，下面完全没人，下面没有人啊！来，人数，我们下去。我先靠左边啊。Go！ 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度直接用直升机吊挂，搜救人员用接力方式，将受伤人慢慢地送到避地，搁再送避治疗。第2只，第3只，第4只，最后1只，好都有。一开始，互直升机地条的无法度震动，不过伫出代志了，第一个敲电话发出信息的就是陈应德。目前4名现象正稳定。出代志的山区救援作业持续伫咧进行。出代志的空军救护队乌鹰直升机本来初2早起要载参谋总长辛一鸣等几多名将领由上山基地出发。都经过中正基地要去东澳岭营区，卫冕空军第1雷达分队所发生迫降意外。国防部讲，往生人员大体将会送到上山基地了办移灵作业。就国军各单位自今仔日到1月初4连续3天降半旗，表示哀悼。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乌鹰直升机伫乌来山区摔落来，直升机顶头有13人，其中有8个人不幸来亡生。其中1位亡生者就是参谋总长辛一鸣，伊伫去年7月调任参谋总长，因为也捌去到法国接受反向冷静的训练，也捌参与国际性的行动，是一位真优秀的人才。首先是我们的沈总长，在这里我要给你3个任务：第一，落实整体防卫构想。去年7月，辛一鸣调任参谋总长，总统串门交会山任务。2020年第1天，伊要去宜兰卫冕官兵，想要到乌鹰直升机坠机失联，最后传出宜兰的不幸消息，震惊各界。辛一鸣是军职上悬的孙子将官，今年62岁，是中华民国空军2级上将，空军官校第1名毕业，也捌去美国深造，摕到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学位，做过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国防部上处。因为外文能力好，加入空军第1批去法国，接受法国空军教官指导的幻象战机经济教官的首席指挥官。搁伫40年前南北叶门战争时，被秘密派驻北叶门，担任大部计划教官。幻象机的它这个雷达
功能很简单，可以减轻飞行员的这个工作负荷，但是呢，它的功能很强，可以同时追踪8个目标，然后攻击4个目标。20年前的沈一鸣讲幻想2000真专业，虽然辛苦，但过伫研究中感受到伊的光彩。不管是当年的 F-16、IDF， 还有幻象啊，在换装的过程一定都非常的辛苦。为政治高官甲空军司令为了保卫大海，空军航空飞弹指挥部甲航空炮兵指挥部合并，整编为空军航空甲飞弹指挥部。沈一鸣亲身教官。我们的防炮部队、飞弹部队是国军在捍卫领空、确保台海安全上非常重要的战力单位。沈一鸣的军事专业真受到肯定，做国防副部长时，真侪摆出席活动，沉稳，互人印象真深。搁伫立法院接受质询或者是访问时，伊的回应展现国军的专业态度。针对周边的这个情势，国防部都有能力做监控跟掌握。沈一鸣不只伫军事真专业，做人处事也得到大家学乐。做参谋总长才短半年，台湾国防部上港的迄粒星为天顶陨落，也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这位乌鹰直升机的事故，也是有史以来上关级的将领，因为公务来过身。总统蔡英文下晡取消竞选行程，赶到宜兰听取简报，也只是爱详细调查。对明仔载开始，所有的国军单位拢爱降半期3天。总统蔡英文以及着民进党也宣布讲，对空难事件表示哀悼，停止竞选活动3天。今天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悲伤的一天。我们有好几位优秀的将领，在今天的事故里面因公殉职。沉重心情表达哀痛甲毋甘，乌鹰直升机失事8名军官罹难，其中参谋总长沈一鸣。总统蔡英文下晡取消竞选行程，甲国安会秘书长李大辉、国防部长严德发赶去宜兰金玉街听简报，各做4项指示。家属可以得到照顾，让罹难者能够安心的离去那么第3点呢，我已经请部长在救援的工作到一段落以后，要迅速的展开所有的调查工作，务必要厘清事故的原因。除了调查真相，参谋总长沈一鸣罹难，是历年来国军将领顺治最高首长。根据国防法，参谋总长是省部长命令负责军营4项指挥军队。尤其沈一鸣被看作是未来有希望接任国防部长，也就是国安会秘书长的可能人选，也打乱刷去国安高层布局。选前敏感时刻，总统蔡英文也特别指示国防部要稳定军心。在这段期间，必须要维持军心的稳定，那么也确保我们所有国防军事的稳健的运作，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层级的将领因公殉职。那么因此我们决定下访期3天，从今天开始。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表示，蔡总统身为三军统帅，爱先进行救援工作，甲调查清楚事故原因。所以，甲热清朝暂停选举造势活动3天，民进党也同款宣布，全党暂停公开造势活动3天。行政长苏贞昌也伫面册发文，代表政府向罹难者表示哀悼，感谢所有参加搜救的工作人员。政府会继续提供伤者上完善的医疗照顾，佮全力帮助罹难者家属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剩无几天就要2020年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咯。总统蔡英文甲副手候选人赖清德伫湘北地区替立委候选人拼选情，因2个人拢强调讲通过反渗透法的必要性。3张选票顾台湾。总统蔡英文初日一早去台北小巨蛋出席全国港埔徛路口拜票活动，为台北市立委候选人徛台，要拼民进党国会过半，为2020大选做最后的拼场。让总统在施政的时候有国会的更强大的支持对总统的施政来讲，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这个国会过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很重视，也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反渗透法3读通过，蔡英文佮重申法案的必要性，强调民主社会依然爱有一个保护机制。
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因为无提供学历证明书，伫所选举公布顶悬无朴素学历，传闻指笑讲家己的学位无问题。入社会、法治社会啊，必须也有一套机制啊，来防护自己的社会，让自己的社会的民主不会受到这个侵害。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同款也伫棒球、花岗桥头为党籍地位拜票，伊也为反渗透法背书，因为反渗透法并不是反交流，而且是不是触法是由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来认定。反渗透法并不是反交流，只有渗透的行为，同时也有违法的行为，那才有可能触法，而且是不是触法要交由法院来审判，并不是由行政单位来说了算。当时赖清德也为政党票有票，强调若是无分区食厝无提好，国会会真歹过半，希望民众全力支持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针对乌英直升机事故，对往生者表达最高敬意。另外，伊副手张善政的学位风波，伊讲伊的毕业证书肯伫处理，不过中选会表示讲，无经过驻外大使馆认定是无准算。张善政也批评讲，是国家机器咧甲伊抹黑，若准有必要，会甲伊朴素毕业证书摕出来互看。大家大声喊韩国瑜当选，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2号去到新店，替党籍立委候选人罗明才助选，受到支持者热烈的欢迎。因为张善政的美国博士学位，互放伫个选举公报的经历迄价，毋是学历迄价，引起议论。对此，张善政强调，伊的博士毕业证书放伫处理，因为中选会认为无经过驻外大使馆认证，所以无准算。只有中选会，我以前在台大任教，教育部认证我的学历都没有说这个在国外没有拿到认证就是没有戴安全帽，只有中选会这样做。那政府就是已经整个国家机器都在打压我们了，就是这么简单啊。对此，中选会副主委陈条健以短信回应媒体，讲骑车应该抵安全帽，毋是讲安全帽放伫处理，颠倒讲警察无爱互时间挂，讲是警察的毋对。嘛强调，候选人登记参选，国外学历就爱检附经外管验证的国外学历证明文件。另外，韩国瑜竞选办公室透过律师团小庭的记者会，继续批评反渗透法凊彩通过，是束缚人民的言论自由。韩国瑜就希望他当选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议这个法律嘛，针对很多法条定的不清楚的部分再继续凝聚社会共识。那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法律应该废的话，那也应该把它废掉。韩国瑜竞选总部强调，民进党为着选举操作，互反渗透法凊彩修法通过，对台商和台省这寡人拢真惊吓。一旦韩国瑜当选，一定会重新检视反渗透法。若是大家感觉应该废除，就会废除。记者综合报道。自民党希望伫选举进前上无阁举办一场总统辩论，互大家好好讲理念甲政见，唔通互相攻击。另外，郭台铭甲宋楚瑜一直做伙做势，要抢中间选民的票。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也强调讲，一切靠家己，民众党也有家己的路线爱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甲党内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黄静莹沿路扫街拜票，因两个初二落去中华要替政党票来拍拼，毋过因为国军乌英直升机失事造成重大伤亡，郭文哲中昼宣布停止下晡所有复选的行程，来表示哀悼。若是针对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化工票投予亲民党，那就袂记哩民众党，郭文哲嘛回应啊。我们本来就是走自己的路嘛，那如果有些场合郭董来帮忙，我们就当作是额外附加的嘛。他说用这种心态做事是最安全的，就是说我们都靠自己，人家有多的帮忙，就算是赚到的。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郭台铭做伙参加元旦升旗典礼。亲民党初3甲初10分别伫咧高雄、台北举办的选前之夜造势晚会，两个人会各一届来共台，希望国会党抽到中央的选票。亲民党嘛预计向哪力提出邀请，希望选前会当搁举办一场至2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期待搁一届共台针对政见来辩论，唔通搁变做互相攻击的局面。其实今年的电视辩论会只有1场，真的是太少了。那么，而且在这次的这个电视辩论会里面，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么多的政见。我们今天才会演你说这个邀请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不是蓝绿的问题，是电视台几乎都已经在准备开票大选开票的那个所谓的转播事宜、直播事宜。
宋楚瑜甲郭台铭共台，想要来抢歪对哪力导航的中央选民，嘛要强化对弱势团体、电子产业甲劳工农民的关心。郭不提是强调讲，民众党有家己的路线，若是郭台铭愿意来替民众党助选，就当作是谈着，用这款的态度来做代志是上安全的，心内较轻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当日发生查无原因的肺炎，人人拢真着惊。爆发疫情的华南海产社市场也休市进行消毒。中国官方到今也拢无公布检验的结果。另外，香港屯门病院也有收到一位捌去过武汉肺炎的病患，经过检验了后，初步排除是 SARS。进前武汉发生27个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有7个病情真严重。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有肺炎的患者打开始叫是敢若是感冒，食感冒药煞无效，继续发病10几天。目前27个患者拢已经集中隔离来治疗。若是发生疫情的华南海产市场，这伊嘛大公告宣布，拄今仔日开始休市，要来进行卫生消毒的工作。如果陆方在这部分我们的疫情的掌握觉得还是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会跟陆方提出交涉，那希望我们能够派遣我们的同仁或者是专家呢，实地的来了解这个情形。另外，香港屯门病院嘛收到一个女性肺炎的个案，进前捌去过武汉，出现发烧、甲呼吸道感染的症头。香港屯门区议会长柯心是透过人民册表示，经过验方证实，这个女患者的检验结果对 SARS 甲禽流感病毒是阴性的反应，初步排除这两种可能性。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指示各部会对疫情防治的相关作为，拢要让民众知影甲真清楚，避免民众惊吓。重点呢，就是当疾管署掌握最新资讯的时候，第一时间资讯透明，而且要尽快的让国人知道。到初二尾为止，中国要公布不明肺炎最新的检验结果。根据南华早报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注意武汉的疫情，台湾卫福部嘛启动边境检疫应变，针对每礼拜12帮对武汉来台的班机实行登记检疫。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劳工大批红丝头路的数据，对去年正月到11月，红丝头路的人数是15045人，是7年来上界悬的。另外，到去年底有3000多人伫咧放无薪假。不过，伫新制度的劳退基金，去年投资股市有赚到钱，收益率大概有9.96%。劳动部统计，到去年年底为止，实行无薪假事业单位总共有53间，3074人放无薪假，人数是去年全年上悬的。若是去年1月至11月底，大量解雇统计资料显示，解雇总件数是189件，是7年以来上加。不过，互解雇的人数15045个人，是7年以来上悬的。人数创新的原因是11月、9月份解雇人数较济，其中无跌916人，华营1900人，中联汇文915人。特定企业它生产的，比如说太阳能面板在国际上是供过于求。那另外呢，有特定企业的它的这个财务跟这个营业方向出现问题那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总体经济来看的话，去年第4季到今年第1季应该是整个复苏力道最强劲的阶段。学者分析，全球产业拢受到美中贸疫战的影响，当地调整结果甲布局，即届无薪假甲大量解雇，反映出企业必须要配合局势来调整。若是受惠去年全球股市整体变悬，新制劳退基金伫咧去年底利润2300多亿，收益率超9.96%。金融市场，其实还是受到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还有一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它整体上的一个收益还是持续的往上。类似这种发红包的新闻，事实上是大可不必因为算法本来就不是这样算而且是它的这个结算是到了最终请领的时候，加加减减算出来的金额。劳工团体是呼吁政府劳退基金就算讲稳定成长，不过嘛应该要注意劳保的财务状况。照即马目前试算的结果，劳保基金会伫咧2026年来破产。面对高龄化社会的考验，政府应该量早规划配套的措施，来保障劳工退休了后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在今仔日公布去年全台湾空气品质的年报，全台湾 PM2.5的污染前8名拢伫中南部，而且是高雄上界悬，连续3年拢排第1。一年当中有一半以上的日子拢超过标准值。
统计全国空气测站，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公布去年全台空气品质年报，以高雄市上悬，以平均单76.1为克，今年有一半天数拢伫标准值以上。在10月份入秋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次达到入秋后3个月，10月、11、12月份3个月都没有发生 PM2.5 红害占日数的一个情形。前8名除了金门，拢伫中南部、嘉义市甲嘉义县是第3甲第6 ，PM2.5 年平均分别是13.4甲15.8为克。嘉义县表示，分嘉南已经做联防管制。今年的目标主要还是放在就是第一个，当然就加强我们那个跨县市的联防。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会跟我们云嘉南，就是云林以南的这些县市会做这个紧急应变的一个开会。官团表示，公布排名不只是显示全国空污情况，呼吁政府重视中南部空污，佮提醒台湾年平均标准比后比较低。不过前18名拢伫年平均标准15微克以上，显示台湾空气品质爱加强。你告诉环保署，你不能只讲红害，因为红害的时候，菊害如果那个小孩子已经有过敏的，或是已经敏感的，那些人忘记带的那个支气管扩张剂，可能就死掉了。官团强调，台湾电解质警示其实已经是真严重的空污标准，不过民众认为不是红害就袂歹，呼吁环保署就每一个标准代表意义，做更加明确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红菜头，也就是认真上界大的产地，也就是台南市的将军，因为一场大雨水，和350公顷的红菜头田受到灾害，大约有7成拢拍算去啊。台南市农业局也当咧处理，讲看安怎来甲农民斗相共。今日将军这片红菜头园里拢是落瓜糜。红菜头叶嘛是倒几片，看起来灾情是真严重。去年12月底落一场大雨，2天以来，将军当地是落100多公里的雨量，和全区350公顷的红菜头全部拢受到损害，初步估计有7成。做几啊10吨的，迄也毋捌像讲12会算讲新力，算讲会当新力12个尾啊嘛，正个啦，雨水遮大，这红菜头上惊雨水啦。浸着嘛，就有水，这水迄紧去烂起来，菜头啊就被害啦。农民解说，正常红菜头一分地产量伫咧8千台斤到1万台斤，佮加上红菜头袂堪你浸水，尤其若是去用浸干烂去，毋但发袂大，而且发出来嘛会闭起。尤其搁1个月就伫要收成啊，农民的损失会使讲是真大。这道根会上严重，就这道根，落到上过大，水干掉的吼。伊即摆根哦，沙的雨水像变像黏去，咱若是讲来淹起来，土啦搁再变动咧，伊就要紧就烂。咱的迄个产地去看吼，因边卡数啊损害有达到23%，阮就会尽速上农委会。将军区的红菜头永年大部分拢伫咧2月份、3月份来采收，农民一分地超投入15000块来种。过去寒人真罕哩落雨，想袂到即个拄着落大雨，造成红菜头农损，农民真正是毋知影要安怎。希望农政单位会当出手来斗相共补助农损。台南市农业局会去现场勘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有民众通报讲，苗栗3期的建中国小要去竹济山的车路边发现石虎尸体。苗栗县农业处初步认定是大约是4、5个月大的石虎囝，可能是无石虎妈妈的照顾，无通食搁寒才会来死亡。石虎小小的身躯已经顶起啊，伊的尸体就倒伫路边，发现的人拢感觉真唔甘。他看不出来，我没动它，小孩不要动它。让专家来看好，那边左转就可以上慈济山了。哎呀，在这个地方都会发现石虎，表示石虎实在是很多了。唉，怎么办？2020年的第一天，倒有一只1.3公斤、年龄差不多是4.5个月大的小公石虎死亡，去人通报。地点就伫苗栗县三义乡建中国小操场的后壁，通往竹济山产业道路面顶。也因为身躯顶无明显的外伤，骨头嘛算完整。苗栗县农业处的人指出，可能是妈妈石虎无伫身躯边，找物件又搁有困难，搁加上这几天气温变低，才会死亡。已经送去农委会特生中心进一步来厘清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推测呢，大概就是
可能是母虎没有在旁边哈，那因为之前又天气有冷哈，那可能因为我们在送到特征的话，发现它胃的里面没有含物，那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吃到东西哈，那因为又加上天气低温的所影响啊，这个是这部分。那现在就是交给特征他们在做一个研究。今年元旦就传出第一件小石虎可能是领死的意外，这件死亡事件嘛，让石虎保育人士特别重视石虎生存环境的相关问题。苗栗县农业处自然生态保育科的人员就讲，去年1年以来，苗栗已发生23件石虎的路杀，造成24只死亡。针对几路的路段嘛，进行了改善甲防护的工程，相关的保育工作嘛继续来进行，希望因结合着民间的力量，共同来保护石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因为不满美军伫顶礼拜空袭伊拉克民兵的据点，造成25人死亡。较晚伊朗的伊拉克民兵也甲巴格达美国大使馆包围2天了后，伫元旦迄天撤离。美国知影了后，也随派人去维持治安。负责发动包围巴格达美国使馆的世界派民兵团体全民动员，伫昨日讲，经过2天的包围行动，美国应该明确感受到民众的愤怒。再加上伊个看守总理马蒂的话话，所以要求示威民众对美国使馆外口撤退。اليوم أنا عندي الآلاف من الجماهير متحضرة، ولكن احنا استمعنا إلى معالي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بالهدوء، فاحنا نلتزم بالهدوء لحين الرحيل。不满美军顶礼拜六空袭由伊朗负责训练的世界派民兵真主东路的据点，造成25人死亡。这个团队是发动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全民动员民兵团体支持者，包括巴格达的美国使馆，并且向使馆弹石头、烧美国国旗。美军是自使馆内发射催泪弹赶人，造成20多人受伤。虽然这边的事件第2项已经结束，不过美国国防部已经紧急调派750名8里空降师的美军到中东地区，加强这个区域美国使馆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然后出访乌克兰，亲自伫华府监督这件代志发展，也伫昨日接受访问时阵讲，使馆的安全无问题，也未自伊拉克撤军。Any plans to evacuate the embassy in Baghdad, sir? None. Okay. Any plans to pull some of the 5,000 U.S. troops in Iraq out? None.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指控伊朗是撤回这边事件的幕后黑手，也佫强调未对伊朗发动攻击。政治分析家讲，美国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只造成反效果。虽然伊拉克当局向华府保证美国伫咧当地使馆的安全，也毋过亲伊朗的民兵团体讲，伫使馆附近试飞是第一步，就要看美国未来的态度，才来决定是毋是要发动速来行动，包括要求美国关闭使馆，加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朗毋但是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也讲随时拢准备反击，也和中东的紧张局势伫咧进入2020年了国升悬。记者综合报道。日产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高温气爆牵头遭到黎巴嫩，有法国媒体报道讲，高温是藏伫咧大手琴车路的箱仔内面，才会当运送到外国去。不过日本媒体说讲，高温阁有一份护照无去互法院收起，才有机会出境。看伫咧自然期刊的研究报告讲到 ，Google 研发的人工智慧系统 AI 会当透过显卡照电光来判断查甫民众敢有得到灵感。不过这也无代表讲会当取代医生的工作，因后最后判断的也是要靠医生的经验。年癌是女性的第2大癌症死亡原因，不过伫即马年房的电光片检验并无100%，每5个病人内面就一个无法度正确的检验出来，也有真侪人是无问题所验出有年癌。Google 的个人健康信息集中服务 Google Health， 甲伦敦帝国学院、英国国民健保 NHS 的研究人员最近合作的国际团队，以英美两地29000份的年房摄影。设计并且训练 AI 来判别是毋是年癌，结果这套演算法判读电光片的表现，赢过6位放射科医生。研究人员是以25856张英国妇女，也有3097张美国妇女的电光片和 AI 做测试，结果显示美国年癌病人无被发现的几率减少9.4%，英国减少2.7%。无得到癌症经验报告所错误的比例，也分别降低5.7%加1.2%。I think we're excited about
empowering radiologists with these tools and hoping they become ubiquitous, such as spell check now permeates your life. You wouldn't think about writing an email without spell check, and we hope a doctor wouldn't interpret a mammogram without the use of some AI assistance. 这是不是代表 AI 就当取代医生？当然是否定的。目前这套系统还佫伫咧研究阶段，还未临床使用过。另外，最后的诊断工作也是交予医生负责。不过，研究人员讲 ，AI 会当免除需要2位医生判读的程序，减少医生的工作量。记者综合报道。空军的乌鹰直升机初二载着参谋总长新一名顶13位的军官，本地要去到宜兰东澳岭的雷达站慰劳官兵。所发生意外，直升机顶头8人往生，5个人是受伤有活落来。现场上最新的消息是有4名受伤较轻的，已经伫5点外落山，随送到病院去治疗啊。救援人员表示，灾害现场无大火，不过直升机内发现参谋总长的时阵，伊已经无开啊。也因为山区大雾看袂清楚，现场无法度用直升机吊挂救援。救援人员干那会当用踩的，甲受伤较轻的患者插落山，无法度家己用行的，用担架步床甲因扛落去。第一批人员伫5点外落山，救护车也随甲4名患者送到附近的永大病院。所救大队也用步行的方式，按算要甲往生者的遗体送落山骹，可能要到半暝啊才会当运送到山骹。讲到参谋总长新一名顶8人伫乌鹰直升机发生事故不幸来往生，国防部大声对外说明讲，当时直升机回报天气的状况是真好，无出什么问题。不过，这台直升机在107年7月时阵来交机，敢若用1冬半，也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其他的乌鹰直升机也全部拢袂当加，一直爱进行安全检查。初二早起传出参谋总长新一名上将顶13人因为不明原因撇降新北市乌来山区。消息传出了后，无偌久，国防部发出采访通知，要伫10点20分开临时记者会说明。不过，真侪媒体就伫遐，记者会一直延，一直到11点外才对外说明。在8点07分最后一次构联，最后光点距离中正港在328度7度17厘的时候，这个地方消失。那目前的那个他们当时报的天气都是在云高是3000尺到4000尺以下，能见度都是非常良好的。国防部表示，新一名甲政战局副局长郑厝顶13人，初二早起坐编号933 UH-60M 乌鹰直升机。7点54分为松山基地起飞出发，途中因为不明原因撇降新北甲宜兰交界通后溪溪谷附近，最后通联时间是早起8点07分。国防部马上发布通报，各启动找找，出动宜兰甲新北消防人员，各派空勤总队甲特殊队支援。一度因为天气无好，无法度搜救活动来。下晡证实，包括新一名在内顶8人不幸罹难殉职。给我们家属最深层的这个致意。后续的这个家属的安抚，以及我们飞行的这些特检，我们会按照我们空军的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这架失事的乌鹰直升机，107年7月20日交机，飞行时速是376点钟，机龄只有年半，而且最近3个月无重大故障记录。驾驶业建议中校是空军官校91年班毕业。UH-60的飞行时速是261点钟，总驾驶时速是2475点钟。为确保飞行安全，空军救护队14架乌鹰直升机全部停飞进行安检，针对动力甲操控系统来做检查。内政部也表示，全面停飞空勤总队14架乌鹰直升机进行安全体检。记者综合报道。这站乌鹰直升机事故也是有史以来官阶上悬，因为公布来过身的案例。其实国军伫2014年甲美国买60台乌鹰直升机了后，也捌伫兰屿发生意外，造成6个人死亡。这4年又发生3件意外，咱也做回来了解。伫咧2016年，有一台乌鹰直升机因为故障降落伫咧台中市区，好佳在无人伤亡。乌鹰是美国生产的双涡轮单旋翼直升机。会当改装做攻击使用，会当做救援运输的任务。上强的特色就是暗时的侦索功能。运输包含人员运输与货运运输。那这次来看其实是所谓的空军的我们参谋总长在过年的时候，就过节的时候呢，去发放所谓慰问金不管怎样，其实
直升机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航空器，那不管是任何的飞航器，直升机也好，旋翼机也好，定翼机也好，它都有一定的飞安风险。伫最近4年乌鹰直升机至少有3件意外，军方的统计，自2014年咱国向美国买60台乌鹰直升机，分别有15台交予空军总队加空军，陆军的航铁部是有30台。除了2016年乌鹰紧急迫降伫咧台中的事故，2年前乌鹰伫咧执行难事伤患后送任务的时阵失去联络，造成6个人死亡，即便是8个人死亡。机工长都会帮乘客做好的安全带系统，因为你不会系嘛，所以其实都会做到这种保险。我们比较担心的时候，这些万一这些高级将领同乘在一辆，要不要说是日后来检讨说，要不要正副主官不要同乘，这个是可以检讨的。回头看过去国军将顶坐直升机空难的意外，大家上知就是1974年的昌平演习，陆军总司令有予将顶13名将领，在2台直升机试载的时阵拢摔落。1990年，空军副参谋长在运输机执行任务的时阵摔落，机顶18个人往生，找到这件意外8个人往生，是国军将顶坐专机失事官阶上悬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检警有接到贿选的情报，讲一名姓李的查甫人用也未立案的工会、发展协会等等的名义，提供食好以及到城里去旅游来吸引一寡会员，趁机会借到这个机会，甲这个会员讲爱投予某一个立委候选人。去年11月发动调查，也传31个人来问，其中有2名会员同意接受条件交换，检方也随间起诉。同时，两体群组出现2条消息：第一条写讲要招200会员；第2条就爱大家支持某一个立委候选人。这是台南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涉嫌贿选的方法。检警调查发现，伊甲民众讲，若是入青旗考入会，就会当享受旅游优待、餐会甲烟枪等等的礼品。伫咧群组要求投票权的会员支持候选人的行为，认定伊涉嫌贿选。日后他可能获得的贿赂跟不法利益，其实至少都有到3774元到3784元以上了哦。到底跟候选人有没有他的一个连结哦？依照目前的侦查终结的状况，现在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了。检方认定被告提供总计3700外块，超过1200块入会钱伤济，而且有人因为这寡犹太同意投票予特定的候选人，甲对方起诉，这嘛是全国第一件帮助贿选去互起诉的案件。毋过，姓李查甫人帮助贿选的候选人说讲毋捌对方，为着要保卫家己的权益，去年11月底嘛有去地检署起令来提告。阮完全无了解，啊，知影什么状况，包括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呢，用阮甲房的名，以及我的名呢，对我来招募一点呢，对来提出勒索。针对姓李的查甫人涉嫌贿选去互起诉，李武良透过幕僚表示，伊家己嘛是受害者，质疑讲是有人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影响选情，毋过家己伫咧第一时间已经提告，针对检方的起诉，伊无任何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边选举咯，有的选区犹原是真青拼啊。亲像台中市这回要选出8位立委出来，自2020年这回选举，台中有台湾基进的陈柏惟挑战国民党的颜宽恒，也有国民党的杨庆英挑战无党籍的洪志阳。另外，伫婚林也有捌做过县长的民进党苏治芬对决国民党张英美家族的张家军。2020的立委选前，婚林县要选出2席立委，民进党的刘建国对国民党的谢淑雅，毋过上激烈的也是算第一选区，要担任过县长的民进党苏治芬对国民党政治世界的张家军。云林县什么最重要？当然是争取建设最重要啊！苏治芬身为立法委员，可以说是失职，没有监督农委会，才导致这一次花生价格的纷乱。如果是张家的人本身出来的话，以他们家的人脉哈，他们家的组织的这个网络，这地图帮哦，但是安尼吸落去哦，福林人真的会喘不过气来。同款是2个女人的战争，嘛出现伫咧台中市的第3选区。对时代力量推动了后，用无党籍来参选的洪志阳，要来拼国民党籍的前台中市副市长杨庆英。同款嘛是用当作反列跟拿军的对决。空气不分蓝绿，所以这一次的选战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全党占杨琼一个。我们没有这样的丰沛的行政资源可以来帮我们选举。我相信，立法院里面需要更多的这个本土派。
另外，台中市第2选区国民党提名人颜宽恒，伊的对手是基进党的陈碧维，因为对抗韩国瑜转来浮头，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款嘛是利用日日起反力的体系，各有联合做事，互颜宽恒嘛唔敢看伊无。当然，我们还是要先定义什么是铁人，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声音、意见存在，一定都会有人厌倦，然后并且期待新的人物的产生。我想这样子才是一个人之常情以及民主社会运作的道理。政党票一定支持国民党，我们绝对不会松懈。那我相信一定会过半，因为长期的耕耘最重要。2020总统立委大选，拿力决战中台湾要来拼国会席次，落有非赢不可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元旦，美国华府教学界也举行升旗典礼。驻美代表高锡泰对未来的台美关系真有信心。台湾通过反渗透法也会进一步甲美国沟通。外交部也会向驻外管处来说明，讲国家为什么要立这个法。庆祝中华民国109年元旦，美国华府教学界举办升旗典礼。驻美代表高锡泰表示，过去一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台美关系伫咧各领域摕到真侪项具体成果，嘛对未来台美关系有12万分的信心。将对所落来大选，嘛是表现台湾意志的重要信息。透过选举来表达中华民国所有2300万同胞的决心和意志。它本身就别具意义，尤其在一些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呢，可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真受到很多挑战的同时呢，台湾继续屹立、坚持在这些的价值跟理念，我想这对全世界发出了非常重要的讯息。若是美国敢是关心台湾打通过反渗透法，高锡泰表示，政府已经有做真清楚的说明，国际社会嘛有相当的了解，伊会徛伫咧国内支持，进一步来甲美方沟通。美方呢，他们是之前是关切我们被渗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想，无论是在这个防治假讯息上面的一个议题，我们跟台美也有很多的一个沟通跟合作。一方面呢，我们外交部会这个通电给驻外管处，包括驻美国代表处来跟美方进行一个说明。外交部嘛强调，讲反渗透法是保障台湾的民主自由，无受境外势力干涉的重要立法。会通知相关结果后驻外管处来向相关国家说明立法的原因，目前还未收到相关国家透过管道对这个代志表达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代替20年试办旧历过年订票系统，在今日饭店开始会当行过年假期要去东部的车票，订票的过程比英国更加顺利。不过真抢车的时段也伫20分钟内全部卖了。到代替存在订票效能版的房型的订票服务，订票也比原本的房型简单真细。所以起点甲尾点甲车速台北，是订票无亲像过去房型会出现一直细哩那状况。谁知影敢无订到票？我一次从高雄到池上还买了2段票，后来我不是很好买。我都捡剩下的班次，所以我觉得还蛮好买的。卖票民众是体验感觉速度变紧。半暝开始卖，到早起9点，已经有超过22万笔订票。热门时段，29暝前一暗落南，往台东花莲的自强号车票拢已经卖了。初时早起8点了后，上北的自强号嘛拢已经卖了。代替强调，今年订票房价经过暗日测试，过程是真顺。还未买到票的民众，马上用手落来申明这列车。我们当初设定的目标是让民众很快的可以进到我们的票务系统去做订票的动作。最大量的部分，我们观察到的是前面10分钟，它就已经完成了将近7万多笔的订票记录。那高速公路局嘛公布，今年春节疏运措施，为1月23到29，国道专线暂停收费。初1到初3早起，国道5号路南会实施高薪载管制；初3到初5下晡，国道5号甲西部国道上北的入口处，嘛有高薪载管制。记者综合报道。第3批的公费流行感冒疫苗早就已经开始注入，不过最近1个礼拜，B型流感也开始变多。疾管署也发现讲，B型流感的病毒甲流行感冒疫苗的病毒在影，竟然无一项重复到。不过疾管署也强调讲，照过英国经验判断，也是有6成以上的保护力。国内流感进入流行期，1礼拜差不多有11万人次因为类流感去看医生。虽然目前也是 A 型流感 H1N1 上多，但是最近有临床医师发现
B 型流感的病患慢慢在增加。最近也筛了好几例的一个 B 型流感的案例。那 B 型流感呢，没有在流行，所以很多人没有抗体。尽量不让他们就是去摸东摸西什么的，然后可能会戴口罩。对。疾管署分析最近1个月流感病毒抗原，发现 B 型流感的流行度甲疫苗度零符合。不过疾管署强调，照过去的经验看起来，也是有6成到7成的保护力，呼吁民众爱去做预防针。最近流行的维多利亚株和疫苗株的抗原性其实有一点差距，那也就是表示说血清抗原反应没有那么好。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就算是不吻合，一定还是有保护力。疾管署表示，病毒度零符合是利用雪条做抗原试验，无代表人类版完全无符合，也是有高测保护的效果。疾管署强调，今年的公费疫苗已经升级做4价疫苗。包含 B 型流感的维多利亚株、3型株2大品系。事实上，流行不是这个分型，是另外一个分型，所以多少有一些共通性在呢，所以多少有一点免疫力，但是呢，就是效果会不太好了。医师表示，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化，有以高细菌的情形。疾管署统计，最近主要的流感也是 A 型流感占7成 ，B 型流感甲英国比起来有小可较济。B 型流感上主要发生伫囡仔，还有学龄进前的细汉囡仔。若是有发烧、全身躯酸痛的症头，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竹东的大坑场，本地大约有6382栋的粪扫，也因为伫水源保护区内，互外界质疑讲会影响新竹地区食水甲生态环境。经过县政府的拍拼，也甲规座粪扫山弄土平啊，希望会当互居民一个清洁的环境。为相片中因看到原本的新竹县竹东粪扫掩埋场，粪扫已经蹲到满满一粒山。经过多方的努力下，即马总算完成清除其中将近6200栋粪扫，也幸福竹东地民一个清洁的环境。我们的一般的店家呢，不能用免洗筷，而且分类做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垃圾呢一天一天的减量。这个垃圾减量之后，没有在这里堆置的话，我们的环境呢、蚊虫呢，然后传染病呢，也不会蔓延在竹东。这个阶段，现在整个竹东的一个掩埋面好的垃圾基本上算是已经铲平了。那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顺利的来转运我们新竹县的垃圾尽量减少。因为竹东掩埋场伫水源保护区，至少影响在地水质环境。环团对清除结果是真肯定，对新竹县要起分化路的代志，认为粪扫减量才是解决的方法。那我们也期许，就是说整个新竹县的垃圾，目前看起来是县府倾向外包新建焚化炉，但焚化炉最终不是唯一的解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透过县市合作，垃圾减量。那目前已经有意愿的厂商提供一些相关的申请资料进来，那我们目前在逐步的进行一些资格审查跟一些甄审的一个进度。另外，针对目前伫新丰粪扫占地场还阁囤4.4万栋粪扫，环保局指出会继续送去附近县市销，剩的部分会调向包起来囤的方式，希望赶紧解决县内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99风阁想要起一座天空步道，不过南投的天空步道甲吊桥加起来已经有6座啊，真阁想要起第7座来带动观光。不过公民团体也讲99风的地质无稳定，若准是要起，就要详细评估。99风要起天空步道，这是自热气球的会照了后，南投县长林明珍的新想法，是要伫县府管辖的29公顷99风森林园区内底设空中步道，佮要将店家甲艺品拢搬起来。南投县观光处长是进一步解说，概念上较亲像天空廊道。在99风，你要欣赏这么特别的地质，然后这么漂亮的森林还有整个南投县、乌溪县的这样一个风景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说要把这个步道呢，把它高空化，是不是？我们把很多的消费的概念呢，把它提升到这样一个高空廊道。不过南投已经有竹山天梯清境、高探井、中寮、龙凤顶4座天空步道，信息琉璃宫、双龙七彩顶2座吊桥，有寡收益袂歹，不过有的是失望收场，或者是一条一过都无人。南投县政府表示是看好99风的观光效益。
那这种旅游形态，除了说在台湾是一个新的旅游形态之外，它对于在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国家，大陆的沿海地区呢，有一定的吸引力。公民团体指出，99风地质部分定去天空步道爱考虑，另外地方政府一直去天空步道采只是短期观光效益。不应该只有看天空步道本体，它应该连同它预备要开发的商业区，因为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在这个非常比较敏感脆弱的这个地质保留的区里面呢，它都要非常小心。99风天空步道目前也在构想的阶段，路线甲长度无定，是毋是爱搁宽屏也拢在评估。希望用伫兼顾环境教育，避免环境冲击加创造观光效益之间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旧历过年元宵节，才算是过年结束啊。南投德山的山中社区，这的阿伯阿姆也当在做花灯，也甲花灯再去南投灯会会场试点，这款的用心也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去弄灯卡。社区的时代叮当卡手，摕形形色色的花布粘伫花灯骨顶头。阿公阿嬷大花头喜面，拢真期待花灯会当赶紧完成，通送去南投灯会展示。来就真济，来安尼看吼，做者足好诶。我来招开灯吼，拢来去看，看这个吼，看互比啦，社区较较好无安尼啦。做灯会看去提出去展览，看我比人较好无啊？大家合作做诶啊，袂讲偌辛苦。阮落来遮做吼，大家趣味啦。大家老伙仔拢招来遮吼，较袂无聊啦。邀请年底要到啊，侪社区拢开始无用制作花灯。南投关德山顶山庄社区的民众，就拢总叮当起来，共一条心为南投灯会展览拍拼。日时阿公阿嬷甲花灯粘布，暗时到志工伫花灯顶头斗电花球啊。花灯就做了一对鼠来宝就是现在已经12月的了，所以都晚上都在赶工，赶快努力要做好。山庄社区设计2只鸟鼠做花灯的形体来迎接新年，拍拼伫正月初6进行完成，通送去南投市会展中心社区灯区测试。2020年南投灯会伫正月18起过，市教邀请民众去会场行道支持社区制作的花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带您来到法国看音乐新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